通常咧，我哋離家嘅遊子，梗係會同屋企人講自己身處嘅情況啦嚇。咁有啲唔想屋企人擔心，就會報喜不報憂啦嚇，我一切安好啦嚇，呢度我發展好好啊，生活過得好好啊，你唔使擔心啦。實際上佢可能捱緊餓啦。咁所以我哋睇到嘅喬丕個家書嘅內容咧，係一部華僑嘅有血有淚，亦都有歡笑嘅一個歷史啦嚇，亦都係佢反映咗歷史嗰個面貌啦。我哋喺一啲數據統計數字咧，19世紀中到20世紀中嗰100年裏邊咧，有500幾萬嘅潮汕人係出咗嚟，然後有差唔多400萬嘅係翻咗去，剩翻100幾萬，點解冇翻去咧？各種原因啦嚇，可能出外嘅時候喺南中國海大海一個浪冚埋嚟就冇咗噶啦，然後可能去到南洋水土不服冇咗，喺橡膠園裏邊工作嚇辛苦捱唔到冇咗。我特別感動嘅可能年紀大啦，我唔係感動於嗰啲相思之苦嚇。而係嗰啲即係佢喺當地無論幾咁辛苦，佢都係要有錢寄翻鄉下。我一路都唔認同用移民呢個詞嘅，其實佢哋出嚟嘅目的個使命係賺錢養家，唔係移民。落葉歸根係佢哋嘅初衷嚇，落地生根其實係無奈。